好，来继续要来讲这个五倍券，才开放绑定无偌久，就传出有民众的笑话去互偷用去。嘉义一个王小姐讲，伊带着查囝去超商，要来登记纸品的五倍券，竟然发现家己的资料已经互摕去设定数位券，才知影讲家己的资料去互偷用去咯，赶紧向警方来报案。警方讲调查了后，无排除是熟悉的人所做的。 五倍券除了会使伫官网绑定，民众嘛会使到超商绑定。嘉义一位王小姐就带查某囝到超商，想要绑定纸本的五倍券，想要到所出现已经把数位的画面去领纸本的，结果发现我的已经遭被数位绑定。我想说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绑定过。 拍资料，才看到红白数位，才发现红偷用资料，赶紧向警方报案。我工作已经本身是在做团购，已经很困难了。那又因为这样子，我会觉得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啦。被害人他有怀疑他的朋友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深入追查。这个部分有可能触犯了妨碍电脑使用罪及伪造文书的部分。 警方调查了后，无排除可能是熟悉的人做的，因为若是要使用共同绑定，需要摕到被绑定人的健保卡，才会使进行身份认证。五倍券才开放绑定无偌久，就出现偷用资料的绑定案。警方就提醒民众平常时莫黑白点，或者是到来路不明的网站买物件，避免家己的资料互流出去。